继续要来讲，台湾人有超过1/4，逐工拢会食保健食品，其中这个维他命占第一名。也毋过真侪人食这个维他命，拢观念错误，拢想讲有食有保庇，只要有食就会当补充营养。但是敢真正是安尼呢？咱特别去请教药师、医师甲营养师。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，饮食不均衡，特别爱吃保健食品，每年可以缔造1500亿商机，相当于2.6座台北101的造价。尤其特别爱选购像是 B 群或者是 C， 而我们真的有吃保健食品的必要性吗？现在外食族多嘛，所以我们在一般的饮食均衡上面是很难做到的。对，那当然，如果说你可以吃的饮食够均衡，或者运动量也够，你可以从天然食物里面摄取是最好的。 维他命这个东西并没有办法由人体自然去合成，它必须要从饮食中去摄取。饮食不均衡而缺乏的话，是可以吃一些市售的综合维他命。专家认同食食无并紧的现代人会使补充，但是必须要注意伊的危机。 那像是我们的水溶性的维他命，因为它是从肾脏排泄的，那要是太大量摄取，可能会加重你肾脏的负担，那甚至造成一些肾结石的问题。另外像是维他命 D， 它可能会造成血钙太高，而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些病变。那像维他命 K 也有一些研究显示，过度摄取的患者可能会有比较高的死亡率。官方建议的剂量吃就好，并不需要过度摄取。 真侪厂商把天然当作行销工具，强调是对动物食物提炼出来，或者是罐仔顶所写的天然的人工药品。但是，敢真正有天然的维他命？维他命是一个化合物的名称，那所以不存在着天然或者是合成这样的问题，因为它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东西。再天然的东西，在它萃取的过程中，要是用到一些不应该用的东西化合物的话，那它还是可能对人体有害。我们台湾的水果其实维生素 C 很高，那我们一天的建议量是100毫克。那简单讲，比如说1颗芭乐，或者是2颗柳丁，其实就达到100毫克的建议量。补充所谓的保健食品的话，那我们维生素 C 其实有个上限值，是不要超过2000毫克。那维生素 C 过量其实会产生几个问题哦。第一个包括可能掉头发或皮肤痒。严格来讲，平日3顿的食食边筋，免搁再额外补充，过量得到伤害身体。必须要根据家己的身体需求，甲医师、药师讨论评估，避免摄取过量，害大钱，搁造成后遗症。